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他能赦罪洗身心，耶稣无人与你相
咱还够有1分钟，马上就要开始，咱啊准备心吼。这时时间已经到，咱要举行新竹中会北区受难日联合圣餐礼拜，咱来做伙敬拜上帝，过来纪念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请奏乐。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燕孵出来，亲像军对大队发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威仪，通去引咱；嘛无好看的外貌，互咱通羡慕。伊确实承担咱的病痛，担当咱的苦难。咱想讲伊受责罚，互上帝拍，受苦楚。毋过，伊是为着咱的过失受伤害，为着咱的罪过来受得罪。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这是咱要吟圣诗第88首，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啊，有时这事互我真着惊着惊。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
大家请坐。这时，请肖交易团队来带咱做伙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今晚阮自己伫你的面前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着阮受苦受死，行这条十字架的路。主，阮伫你的面前要谦卑承认，阮实在是有罪的人。阮有时讲要信靠你，心内煞无真正顺服。阮有时知影你的心意，选由愿照家己的意思来行。求主照你的丰盛的慈爱怜悯阮，洗除阮的罪，为阮做清洁的心，搁守持阮正直的灵。求主毋通放下阮，反倒互阮搁一摆经历你赦罪的恩典。主，阮嘛要感谢你，因为主耶稣无放下阮，伊疼阮所有的人，甘愿牺牲伊的性命。求你，互阮毋若是受即个疼感动，互阮定定踮伫你的疼内面，互阮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照主的命令彼此相疼。主，求你带领今晚礼拜，互忧伤的人得到安慰，互软弱的人得到力量，互我每一个人伫十字架的面前有感动，阁有真实的悔改、信靠甲望。最后，主，阮将今仔日所有的服侍的同工、众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接纳阮的敬拜，互阮伫纪念主的时，搁较深明白你的疼，甘愿跟对主的路。阮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这是咱做伙来供读启文15篇，也是诗篇51篇，用启应的方式来宣读。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舞台就有罪，我以爱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
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是痛悔的心灵。这时，请同教会圣歌队来献诗，歌名是《奇妙的听》。
这是咱请吴富仁牧师来带咱共读圣经约翰福音15章90到17节。请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15章第90到17节。亲像爸有疼我，我嘛有疼恁。恁着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恁若遵守我的命令，恁会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亲像我有遵守我的爸的命令，不时踮伫恁的疼内面。我甲恁讲遮个代志，是要互我的欢喜伫恁内面，佮互恁的欢喜满满。亲像我有疼恁，恁着相疼，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无比这较大的疼。恁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我无过叫恁做仆人，因为仆人毋知主人伫做啥物。但我已经叫恁做朋友，因为我对我的爸所听到的，拢有甲恁讲啦。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佮任命恁，互恁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安尼，恁奉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伊会互恁。这是我互恁的命令，恁着彼此相疼。这是请甲南教会圣歌队来献诗，歌名是《着纪念我》。
这时，咱请蔡行生牧师来为咱讲道，信息是耶稣的死跟你有关吗？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受难日，伫受难后暝，咱若静静搁听主耶稣拄则讲的话。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无比一个较大的疼啦。你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啊。所以，恁着不时啊踮伫我疼的内面。这是我互恁的命令，恁着彼此相疼。对受难周开始，咱纪念耶稣骑驴啊进入耶路撒冷城，咱用少年肃穆的心情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为着咱的缘故受苦楚、受钉死。耶稣承担咱应该原本是咱家己爱受的痛苦，咱的患难、咱的见笑，甚至是咱的过失。咱踮伫即世间遭受最的苦难，心灵拢受到最的艰难病痛。咱若拄着亲人朋友生离死别的这种忧伤，咱看见暴力、战争、天灾人祸的患难，叫咱阁想到，咱是偌尔微细、低贱、有限、无常的人。咱清楚知影，这苦难的源头是对人的犯罪来的，对人无法度听见上帝声照伊的话去行，因为罪为咱带来咒诅，互咱的内心无有真实的平安，所以咱常常感觉非常的绝望。但是耶稣愿意来，伊为着咱来受难，伊无丢除往十字架一直行，伊知影伊家己伫做啥物，伊所受的苦，将人对最的痛苦挣扎压制中间透放出来，伊要爱咱得到真正的自由。互咱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医治。所以，最后所伫十字架顶最后讲成啦，伊完成了平安甲医治，伊恢复咱每一个有罪的人，会当甲上帝有和好的关系。让我们都成了蒙恩的罪人，让我们可以成为耶稣最好的朋友，让咱的心灵恢复自由甲愿望，带来生命更新甲德性的溃烂啦。安尼咱就想啊，2000年前遐军队3年半的学生，伫最后的关头，逃的逃，走的走。惊死的，毋敢认耶稣的，为着一寡钱出卖耶稣的。2000年后，咱会问讲，安尼这2000年前受定耶稣伫十字架顶，这个事甲你我，敢有啥物关系吗？这嘛是侪人一直存在的谣言。确实。一个2000多年前已经死的人，哪会甲咱有啥物关系啊？哪会值得咱去相信？哪会值得咱去军队甲敬拜啊？
所以真正耶稣的死甲你我真正有关系吗？所以咱就要问，咱所相信、咱所跟随的对象是啥？这爱先看伊的身份啊。不好意思，他是会跑掉吗？好，就是讲咱会知伊是啥，伊的身份。所以咱知影，咱先爱，所以咱定讲爱认爱耶稣，不知道为什么会跑，这无法度控制哈。所以如果咱问讲伊若敢若是人，安尼就甲咱无关系啊啦。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安尼伊的死，搁较咱是无关系啦。想了这个没办法停哈，他自己会走。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芸芸众生啊，就像亿万个人当中的一个一样，他的死无足轻重，跟你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如果伊若是真的神，安尼耶稣就大大无共款啦。因为上帝竟然会当死，这是天大地大的事呢。你一定会问讲啊，为什么他非死不可？不是非死不可啊？为什么他非死不可？无死袂使啊！伊的死是毋甲咱肉有关系，甲人有关系。如果若甲人有关系，安尼就甲咱拢有关系。安尼基督教所讲的真理真有意思啊！问题是耶稣到底是毋是上帝？如果若毋是，安尼嘛是甲咱无关系；如果若是，安尼一定甲咱有关系啦。事实耶稣是独一的真神，毋是千万的生命中的一个尔。伊是各真各外的上帝，伊是对创造万物已经太初就存在的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安尼讲，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一切创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的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就是人类的光，所以咱知影讲道成肉体，伊欢喜成做人，所以14节佫讲，知道哈，他会跑掉了，无要紧。好，我就读就好啊。14节讲道成做人，踮伫咱的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啊！所以伫遮耶稣，咱知影对创造的神讲，有光就有光，有空气就有空气，因为伊是互无变作有的上帝。2000多年来，伊正做一个有血有肉有目屎的人，伊来到世间。伊甲恩典甲真理做伙带来，所以讲太初，也就是在还没有时间之前，在宇宙万物还没有造成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它是真道，它是自有拥有的神。上帝的活命甲存在是出伫伊本身呐，因为神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但他又说我是 Alpha 也是 Omega。耶稣是现在是、过去是、将来嘛是的上帝，阿们。代表伊永远袂改变，甲伊是绝对的真实。伊讲话算话上帝，耶稣来是将恩典带予世间人，互人有出路。耶稣来将真理带予人，互人明白是非黑白，互人知影。什么是对，什么是毋对，什么是好，什么是歹。
进一步，互咱会当有选择良善，离开罪恶。问题是，耶稣敢真正是真爱的上帝嘛？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阵，虽然有人甲伊勒骂、甲伊呸烂、甲伊踢笑，甚至讲啊，你若是神，啊，你对十字架跳落来啊！你无救家己，要阁救阮？所以，你这个时阵啊，命令这罗马军兵将耶稣钉十字架，迄个罗马的百夫长，伊看见耶稣死迄阵发生地动，对日中昼到下晡3点，讲太阳变黑了，日头暗去。哎，讲圣经描写讲，伊非常的惊吓，说不由自主的与其他的兵丁同声说：“这个人真是上帝的儿子啊！”这罗马的军官竟然大声讲：“这个人真正是上帝的囝。”这些人本来不是不信的，他们曾经执行过无数次的刑罚，但是因面对这个挂在十字架顶的耶稣，他们看出了他确实是与众不同。伊就承认讲，伊是上帝啊！耶稣真正是上帝，因为灵界的魔鬼拄着耶稣，都讲我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与我何干？甚至大声话讲，你是上帝的囝。连魔鬼都要称你是上帝的囝，你是上帝的圣者。连界鬼知影连界事，因知影耶稣是上帝，直到今仔日，连界鬼有愿惊主的名，咱奉耶稣基督名，就会当赶鬼啊！阿门嘛。所以耶稣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伊的死绝对跟咱有关系。并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伊就死？死的意义是啥物？耶稣的死跟咱有啥物关系？迄就是爱互咱知影讲，伊为什么爱死，并且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咱来问讲，如果伊若是破病死，安尼，伊的死甲你我嘛无关系。伊若破病死，甲咱世间人讲，大家人拢会病痛，咱普通人啊。安尼耶稣会因为破病来死，安尼甲其他宗教的教主嘛无啥物无共款啊。因为所有的教主嘛会老会病会死啊，所以甲咱都无关系啊。那如果因为伊是，若讲伊是因为犯罪来死，安尼伊个较你是无关系啦。因为伊家己若是为着家己的罪来死，真正甲咱无关系。一个2000年前的一个罪犯，若是安尼普通一个，就敢若巴拉巴。足侪人互钉十字架，这个人并无法度救咱啊！毋过耶稣的死，毋是伊犯什么罪啊？连犹太人的长老、祭司头，拢找袂到耶稣犯罪证据。最后彼得都嘛洗手讲，这个事跟我无关系啊！咱看伫马可福音14章55节，遐个祭司长甲全会议的议会中间，一直伫找证据，特别告耶稣，甲伊处死，毋久拢找无。祭司长和全议会在寻找证据控告耶稣，为了把他处死，但是却没有找到证据。连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彼得都3摆宣布伊查袂到耶稣有甚么犯罪证据。但咱看
路加福音23章22节，彼拉多第3遍查因讲是安怎？伊有做啥物歹代志嘛？我查袂出伊该死的罪，所以我要用鞭甲伊拍，甲伊架死一个，才放伊去的。比拉多第3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个人做了什么恶事吗？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然后把他释放。”但是百姓放伊煞，有一个高官叫因就甘愿讲放巴拿巴，钉死耶稣，安尼啊。可见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毋是因为伊犯什么罪啊。第三问题，如果伊若是为着咱世间人死咧，如果照圣经，照所有旧约最多的预言，启示迄位弥赛亚救世主基督，是为着要来救赎全人类，安尼就甲咱每一个人有关系啦，嘛甲你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啦。伫耶稣基督降生以前的720年，以赛亚先知预言弥赛亚会受难啦。第53章的第2节到第6节，而且华语版的圣经安尼讲，他无佳形美容，使我们注视他；也无美貌，使我们仰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上帝击打苦待。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为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事实证明啊，耶稣伊是忍受所有的侮辱，背咱所有的重担来牺牲，为咱死。遮尔多人甲伊藐视，甲伊踢笑。其实到伫今仔日，21世纪的今仔日，还佫有足多人犹原藐视、看轻、厌斥耶稣。但是耶稣一直无为着家己讲一句话，他没有为自己辩驳，他也忍受了罪人的顶撞，他甘心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背负我们的罪患，带来忧患、痛苦而死。耶稣替咱死，是为着要拯救咱，所以咱来当讲，伊的死甲咱无关系。但是伊死了安怎？上重要的是有够啊！耶稣的死真的能救我们吗？这要看他死后发生什么事了。伊死了结果安怎？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伊死，敢若埋葬，休烂去啊，安尼甲你我嘛是无关系啦。因为甲普通人同款，只是一个平常的一个人，伊救无法度救家己，无法度救别人，当然嘛无法度救所有相信伊的人。如果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就完全不一样。这对你我极其重要。原来国啊是一种极大的溃力啊，会当证明耶稣就是上帝。咱拢知影，死亡是偌尔通惊的事，互足侪人的心忧伤痛苦，互足侪人的美梦破灭。耶稣对死人中国啊，这是偌尔大的能力。
因为对死过活证明伊是活命的主宰。使徒行传第3章14节到15节，安尼讲：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而要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上帝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恁拒绝迄位胜过公义的，要求彼拉多讨绑一个杀人犯给恁。恁杀死活命的源头，就是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各活一位。阮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兄弟姊妹，这是彼得证人所讲的话。一个过去3摆唔认耶稣的人，后来伫五旬节圣神充满了，一摆讲到3500、5000人来信主悔改。伊伫遮做见证讲者，为宣告耶稣是对死过活，见证伊活命的人，阮拢是做伊的见证人啦。会当对死过活证明，这个活命真正伫耶稣的内面。伊虽然死，却过活，证明耶稣是生命的主。只有生命的主，才有资格，才有能力将永远活赏赐予咱大家。耶稣过活啦，因为今仔日伊若过活，咱就会当随时随地靠伊来得到帮助。咱嘛会当面对人生特定好的痛苦甲难题啦。所以2000多年来，你想看卖啊呢？生耶稣、饲耶稣、照顾耶稣大汉的玛利亚，这个老母，伊亲身经历，伊见证耶稣是100%完全的人，嘛是100%完全的上帝。迄个血流12年的妇人人，因为耶稣的接纳甲医治，互伊重新面对绝望的人生，来到雅各古井边来抢水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因为拄着耶稣，互伊残破不堪的人生，阁得到平盘，互伊试过来见证迄个将伊的代志拢讲出来，并且伊承认这个就是弥赛亚来拯救改变我的生命。迄个冲动但是真无胆的彼得，虽然3摆无认主，却互耶稣牺牲的疼、赦免的疼来感动。只有耶稣搁活，咱才有法度面对明仔载。咱活着才有盼望啊！耶稣对死搁活证明，伊是真活的上帝，伊是生命的主。今仔日，咱伫遮纪念耶稣的受苦甲定死，共款咱嘛期待，一礼拜早起，咱来迎接搁活耶稣。所以，耶稣甲咱是毋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纪念耶稣的真正意义，受苦，然后咱得到荣耀啊！ Oh no cross, no crown。若无有受苦的十字架，就无有搁活的免流啊！没有受苦的十字架，就没有复活的冠冕。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上界大的愿望。所以，佫一摆来思考，今仔咱听到耶稣甲咱讲的话，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佫命令恁着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安尼，恁奉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就要互恁。这是我互恁的命令，恁着彼此相听。今仔日咱合一的礼拜。合一的圣餐，都、就是佫一摆见证，咱只有一间教会，咱彼此相听，阿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们的果子得以长存。
好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会赐给你们。咱就加较侪来求主啊，互咱带着使命来传福音，互得救的人日日加添啊！耶稣来到世间真做人，毋是要来做咱的救，毋是要来做教主，毋是要来这行一转啊！耶稣是要来做咱的救主，伊要来恢复咱甲上帝的关系，互咱甲伊和好，嘛甲人和好。你除了是上帝的囝儿，这个上宝贵的身份，你嘛是伊上介好的朋友。所以咱了解耶稣的心意甲伊的心情，嘛知伊今仔为着咱所做的事，互咱会当搁较拍拼、尽力来传扬福音，来结侪果子，互搁较侪人会当享受今生的丰盛，甲来生永远的活命。同心祈祷，主愿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虽然暝，阮伫遮孝念你。你2000多年前的牺牲的疼，也阮因为安尼毋是绝望，阮着着极大仰望，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直到见主的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圣神保惠师，甲咱开拓真理，互咱确信咱和主耶稣基督这亲密的关系。所以，咱即时要用吟圣诗第92首《伤心少年我主老伙》来做咱的决志。咱请做伙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即时要来准备领受圣餐，甲主来同坐祷，所以咱请来吟圣诗第363首3甲8饼，咱同心来跪祷。咱也请陈碧志牧师来为咱主持圣餐。
奉主的名，欢迎每一位主的囝儿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主为咱所备办的永活的美牛。约翰福音第6章51节，耶稣讲：“我就是对天降落来迄个活命的饼，人若食这个饼，会永远活着。我要予人的饼，就是我的肉，是为着要予世间人有活命献的。”咱就会用华语来读：“我就是降下来那赐生命的食粮，吃了这食粮的人永远不死。我所要赐给人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使世人得生命而献出的。”咱约翰福音6章51节，咱伫即个时阵，咱要来领受圣餐以前，咱有按照圣经的教示，咱来了解为什么咱要伫即个所在做伙来领受。因为照保罗所讲的，就是耶稣出卖迄暝，摕饼祝谢，擘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牺牲甲拍破的，恁既然行安尼时阵，就爱纪念我。食了后，也同款摕杯讲，即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摆恁的时，就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主过来，总是要一项甲咱的提醒。所以无论谁要是不用敬虔的心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他就是冒犯了主的身体和血。愿上帝怜悯帮助咱。互咱即个时阵，咱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咱同齐来认罪甲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阮是软弱无够野的，总是主你拣选你的圣囝耶稣，用伊的身躯甲用伊的宝血来拯救阮的性命，也伫地上伫圣神所设立的教会，会当来为主做光做盐。总是阮非常的软弱。阮伫无因的中间，阮常常辜负主你对阮的疼，也辜负主耶稣伊的牺牲。即个时阵，求圣神保惠师搁一摆提醒阮，互阮知影，阮伫即个所在，阮毋是分开的肢体，阮是要伫主耶稣内面来成做合一的肢体。求主你的圣神保惠师帮助阮。也特别为着阮摆列伫主你面前，这个饼甲杯，求主你来圣化，互阮所领受这个饼甲杯，会当成做阮身躯、心灵的营养分甲帮助，互阮当搁较疼主、疼人，直到主耶稣过来。阮同齐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甲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姬明进长老、蔡新言长老、陈启胜长老、赖香林长老、庄凯安长老、丁家硕长老来分饼。学生做伙啉食，也摕饼起来掰饼，祝谢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拿起饼来拨开，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牺牲的，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当咱摕到这块饼，耶稣身躯的时阵，互咱伫主面前来祈祷，来感谢，来回想主耶稣安怎摕饼祝谢，掰开，为着咱来牺牲。
感谢主耶稣，用你的身体拯救我们。你是那天上的粮，是赐生命的食粮。凡吃了这食粮的人，必永远不死。你所要赐的人的食粮，就是主你的肉，是要使人得生命而献出的。因为耶稣受逼迫，咱得到医好；因为伊所受的悲伤，咱得到平安。耶稣要赐你平安，耶稣要赐你医好。只要咱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伊的话，领受伊的道理，领受伊的神，耶稣要来医好你，耶稣要点伫你我的内面，互咱得到平安。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叫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耶稣旁杯讲：“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恁逐摆啉的时，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吴志宏长老、吕宗德长老、王浩杰长老、柯辉悟长老、丁祖辉长老、洪翠玲长老来分杯。食了后，耶稣同款摕杯安尼讲：“这个杯是主上帝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阵，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吃过饼后，主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的时候，应该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摕到这个杯的时阵，咱犹原来感谢主，伊伫十字架顶所流出来的血，是为着要来救咱每一个人，世间的人，伊要救咱到落尾。伊所流出来的血，是带来医治、带来赦免、带来和好，也带来平安。耶稣的血是要带予咱性命，无来惊吓死亡，无来惊吓世间的苦难，是要予咱伫主耶稣的内面，会当得到平安，会当来赢过这个世界。
互咱当既然踮伫主，伊要踮伫咱的内底，咱也要踮伫伊的内底。如果咱是伫线顶参加的兄弟姊妹，有缘你会当即个时刻，求主耶稣的保惠来掠看你，互你甲我甲咱拢会当成做主的囝儿，成做耶稣基督的核心。互咱当踮伫伊的内底，伊也要踮伫咱的内底。也为着咱的肢体，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兄弟，恳求主，互咱当伫耶稣内面成做一体，互咱当甲主伊来结连。耶稣讲：“这个是我的会，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记若恁的时，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耶稣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讲：“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摆恁的时，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叫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做伙来祈祷，无所不能的主上帝，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为着疼阮世间人，为阮来备办主你的身躯，甲你的保惠。你的肉就是你的道理，就是你的真理。要成做阮的性命的帮助，互阮会当伫信心的带领甲引带内面，互阮会当甲耶稣基督结连。当阮今日伫遮有新的中会801区的正教会伫遮组织，也有802区、中区甲南区，以及伫台湾所有遮长老教会，无论是伫山顶还是伫海边，阮所有的兄弟姊妹。甲甚至毋是长老教会的肢体，也要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来成做一体。主啊，求你帮助阮来明白主耶稣你的疼，也互阮会当来彼此相疼，通明白主你的真道，也互阮当活出得胜的性命，为主做光，为主做盐，来谨慎听候，直到主耶稣你对天过来。阮伫主的面前。献上我的感谢、祈祷、甲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这是咱要进行公道啊。公道咱今日是为着咱北区的平安杯行动教会来代祷教会有准备因服侍事工以及因的意向做一个影片，咱大先来看这个影片以后，咱就为平安杯行动教会来代祷，请咱刚刚甲咱播出。
真感谢主吼，咱会当和平安杯行动教会来做伙来做这个真好的事工，宣教的事工。地牧师带着因的团队吼，伫这个机场北边的巴拿拿果林遐吼，来做社区的宣教，甚至也买因的这个社区中心设立社区中心，还有宣教中心啦吼。所以因真正是行动派的教会啦吼，所以咱北区正教会嘛会当和因做伙来关心大岛，甲为因奉献。所以等下奉献的时吼，咱今日北区这奉献嘛有为着这个行动教会，平安杯行动教会来关心因，来为因奉献的部分吼。所以咱即时请咱做伙来为着平安杯行动教会来代祷啊。无论你出声还是较细声，拢会当，咱来替因来代祷。天父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和平安杯行动教会会当三合同工，因为主你所设立的这间教会，会当伫机场北边巴拿拿遐来为主来做见证，来宣扬福音。愿主你也加添因的气力，互因所需要的主你也亲自补足，也互阮伫北区大家会当共同看到，原来无论是教会是伫这个都市，还是伫较庄卡，大家是联合伫主你内面成做一体。愿主你来带领，互地牧师和正当工因服侍，稳上加稳，力上加力，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咱这时也要来奉献咱在请咱的奉献的书献的当工来替咱服侍。等下也请李林家牧师来带咱做奉献的祈祷。请咱大家做伙起立，咱今379首，愿我为那听你，我做基督。
慈悲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为着阮牺牲伫十字架顶。主啊，你已经将你的身躯奉献予阮。主，阮嘛愿意将阮的金钱甲阮的性命献上伫你的面前，愿你来喜悦我们的奉献。主，愿你来带领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每一次奉献的时刻，主，我们都想起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你为我们所牺牲的一切，主，你亲自将你的身体奉献给我们。主，让我们的心在奉献的时候，不再只是拿我们的钱出来，而是愿意将我们的全心献上给你。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带领平安非教会。主啊，在这些行动的服务当中，主啊，他们显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因着他们的牺牲，因着他们的奉献，主相信他们所到之处，主啊，都要成为你的祝福。主啊，求你来祝福带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这是请咱区长陈碧吉牧师甲咱做报告。各位部长、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遮代表新竹中会咱的传道部以及咱的北一区来欢迎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来参与今仔日咱的圣餐的联合的圣餐礼拜。伫遮嘛要来介绍咱现场在场来的遮教会兄弟姊妹部长甲同工咱就照咱的这个一览表的次序来介绍。咱敢知影咱的北一区拢总有几间的教会？14间我们北一区总共有14间的教会咱对这个龟山教会来介绍，唔知咱鼓山教会兄弟甲这个萧文杰牧师伫这个所在，咱拍拍来甲因欢迎，请坐。过来是咱的寿山教会，唔知今日敢有兄弟有来咱的中间寿山有吗？没有好，过来是咱的桃园教会吴富仁牧师，吴佩慈牧师，甲咱今日来献诗的圣歌队，甲咱的中职甲同工，真欢迎，多谢恁，请坐。过来是咱的这个中山教会，今日刚好代表，应该是有请假，他们自己有办受难日的圣餐礼拜。过来是咱的这个迦南教会迦南教会，请起立。牧师牧师是我，甲咱的中职同工，真多谢，各迦南教会的圣歌队，今日的献诗。过来是嘉光教会，嘉庚教会萧乔义传道，甲咱嘉光教会的长职同工，兄弟姊妹，真欢迎恁，请坐。过来是洪恩教会有吗？今天洪恩教会有自己的礼拜过来是巴德教会，贝德教会，卓中仁牧师，甲咱贝德的中职同工，来欢迎恁，多谢恁的参与，多谢，请坐。再来是我们今天的代祷的主角平安非行动教会郑元宪牧师，甲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同工。咱嘛继续为因来关心甲祈祷。过来是今日主理的这个南坎教会，南坎教会，蔡新生牧师，曹汉元牧师，还有余安传道，大家的中职同工，还有在楼上，多谢恁，请坐。过来是以马内利教会，以马内利教会，李林佳牧师，跟以马内利教会的同工弟兄和姐妹，欢迎恁，多谢恁来参加。卢竹教会今天也是有自己举办圣餐礼拜。过来是大竹教会，台地教会周约翰牧师，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这次非常的踊跃感谢主，牧师跟牧师娘，请坐。过来最后是大横教会，李纯明牧师，过咱大园教会的长职同工，
李牧师嘛是咱即马即个新竹中会的副书记，副书记。真感谢咱大家今日暗时的半价才参与，也真期待咱会当继续每一档拢有即个机会，有即个联合的圣餐礼拜，每当互咱有即个真好真水的见证。伫遮也搁一摆来代表八一区来感谢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参与，特别咱旧年在北一区咱有办即个马街来淘140周年的这个音乐会咱伫即个展演中心非常的成功也非常的感动，所以请咱大家也想继续来带到今年咱伫即个9月6号有即个平安7月音乐会，嘛是踮伫即个展演中心，嘛邀请咱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咱即个时阵当请咱甲咱隔壁兄弟姊妹咱找3个甲兄弟姊妹甲伊握手甲伊请安一下，咱来行一个平安礼。咱今日即个圣餐礼拜拢总出席是241人有241位嘛真感谢大家的参与。虽然是伫即个连续假日当中总是咱大家拢有一个听主的心爱愿上帝来纪念。以上咱有人的一个停车券落去如果等一下找不到，请到1楼来领取安尼。以上报告。歹势，这个重点袂记哩。咱有一个小的纪念卡你如果进来的时候没有拿到，这是我们新竹中会北一区的圣餐礼拜的纪念卡。如果你若无摕到，好像伫出去的时候，咱伫外口的2楼招待桌上，还有预备这个纪念卡给大家，当做纪念。内底有咱新竹中会北一区14间教会，嘛，请咱当业伫圣经，常常来为着这个教会来祈祷，安尼好唔好？好，多谢。伫遮咱嘛真感谢咱在地迦南教会陈牧师琴年的同工替咱的服侍，佮设计这真好的这礼拜，互咱会当同聚会咱佮一摆用拍手，感恩多谢。好，咱等下请同工请各位兄弟咱等下结束的时会当留1分钟一个，为什么呢？咱好不容易有这个联合的聚会咱来做一个合照，大家可能拢莫叮当啦顶完夹层嘛莫叮当，对遮翕过，安尼可能比较较紧啦会当较看会到，好无咁么咱请咱同家是请陈牧师，毋知甲咱等下结束的时甲咱翕一下，多谢你，好。这是咱要来做伙吟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做伙，咱请做伙起立来吟。蔡行生牧师甲咱祝祷。感谢主你无限的疼痛，有阮受死，伫十字架顶，你也互阮会当通过你的牺牲，互阮得到赎罪的应允，也会当搁一摆经历你国外的大快乐。愿主耶稣基督无限的疼痛。天父上帝丰盛稳定，圣神的相通，
甲咱正大家特别甲所拜苦的母亲教会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请大家看这边一下哈，谢谢。在这边，而且咱这这往里看出来，看出来。啊，可以，来。啊，看出来就是了，我给你。来看这边啊哈，来，很好。西。